挥中心今日公布的国内新增加的9位武汉肺炎病例，其中7个人是对境外驶入来的，还有2个是本土個案。有2個本土個案分別係60歲同40歲的女性，亞博的都冇出國。針對社區保全感染的個案，其係土北部一個高級的社區做保全，因為會接觸到當地人。指揮中心講，已經調出6樣帶會驗出其是同密切接觸，今日未確實土接觸者當中發現的一個確診個案。境外駛入來的個案更增加。指揮中心宣布，今日起是所有入境台灣的人，只要係最近14日有發燒，也係頭去吐也到症頭，到機場採檢過後，就會直接同其送去指定的所在集中檢疫。台北市政府按算全面強制，要求民眾從測驗、公查外帶作業咩，時間點就頭先嘅初9，行業禮拜4開始實施。作業咩新制度14日每日到9日過後開始進行。未會同新北市強化大合討論，係講新北市未同意，就會公告實施。台灣先前宣布，會減半國際1000萬隻嘅作業咩，其中美國有200萬隻。美國白宮國安會公開到 Twitter 上寫文章，表示失望台灣。